同款是新竹县县的五峰乡上坪溪，防列做是危险水域，是袂当去遐耍水的。不过，自旧呢，数7个民众去到遐泛舟顾船啊，数一个38岁姓廖的查甫人，伊来并船，虽然又想要爬起来，不过人陷船已经崩溃，人就互这暗流输入去，找到时阵已经渡水死亡。先把人放在船上绑好，然后往下游，因为这边都是开阔地形。 上去都是急流，然后38岁姓廖查某人，发现时已经失去喘气心跳，因为事故地点地势较危险，救援较无简单。消防分队也增加调派合力驾驶所啊进行搬运作业。控制方向就好了啊！救援过程现场也落大雨，救援人员由原专业病，最后总算将查某人刷到普通道路，交予警方甲家属处理。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。 翻覆，尝试3次自救未果，而后人舟分离，遭水下开口吸入。30分钟后，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。根据了解，38岁姓廖查甫人，离岛甲其他6位朋友，到新竹五湖乡上坪溪去泛舟活动，一行人为五湖乡长蛇部落落水出发，有计要伫和平部落天线桥上岸，全程大约9公里。过程中，查某人捌3摆想要自救，也是互暗流吸入去。救生员的浮力很大。 它一定要有外力，可能就是机动艇，或是说有拿一个可以达到那个这个弱者的身上，然后让他攀住，然后再给他拉出来。因为上坪溪已经封铁集，新竹县内危险水域游客活动禁止开设，专家呼吁民众进行水上活动一定要找合法合格水域。进行水上活动进前，也要向地方政府申请，万一发生事故，才会当紧急救援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